你過咗50歲未？過咗嘅。你望返轉頭呢半世人，你俾人過幾多次笨？你嘅錢、你嘅時間、你嘅心機有幾多係真係用喺自己身上？有幾多係俾人嗰度走咗？未過嘅，你唔好以為仲有大把時間。我話你知，50歲係一條界線，呢條線之前你仲可以同自己講，算啦，下次醒啲啦，都係一家人嘛。呢條線之後你冇本錢再錯，你再唔學識點樣保護自己嘅利益，你後半生嘅老本就會俾人一啖一啖咁幹。你係咪覺得你對人好，人哋就應該對你好？你以為自己好大方，其實人哋當你老鳳；你以為自己重情義，其實人哋笑你戇居。我有個朋友叫阿強，阿強今年58，的士司機揸咗30年的士，佢成世人就係一個標準嘅水魚。上個月佢嚟坐喺我面前，個樣好似成個世界冧咗咁。我話乜事？佢話岑日飛，我唔明。佢話佢個仔今年結婚，佢攞咗成副身家嘅一半出嚟俾首期，層樓寫個仔同新抱個名，佢諗住咁樣做個仔會感激，新抱會尊重，自己晚年有個地方可以住。點知搬入去唔夠3個月，新抱開始俾面色佢睇，食飯嗰陣佢格舉斯磨斯言。最攞命係上個月喎，佢聽到新抱同個仔講：你老豆住喺度好唔方便，不如叫佢搬翻去舊屋啦。阿強同我講呢件事嗰陣，佢隻眼紅晒。佢話：我成世人為咗呢個仔冇食過一餐好，冇着過一件貴衫，點解會落得咁嘅下場？我望住佢，沉默咗幾秒，然後話：因為你冇計到盡。阿強呆咗一呆，我話：你養大個仔使咗幾多錢？佢話冇計過。我話：你就係衰在冇計過。你今日開始要學識點樣計。你再唔計，你唔單止冇咗層樓，你連最後嗰陣棺材本都會俾人割乾。阿強嘅故事係咪好熟？係咪好似你或者你身邊嗰個老友？今日我就要用阿強嘅故事同你講清楚。50歲之後你要學識嘅4個計到盡嘅本事，呢4個本事個個都係阿強用血淚教訓換返嚟嘅。你學識之後，人哋就唔敢再當你係水魚。第一個本事，計清你同仔女嘅帳，將投資變返做投資。阿強嘅第一個錯誤就係佢從來冇諗過養仔女係一盤投資。你唔好同我講乜嘢養兒防老係舊思想。我話你知，你心底深處就係咁諗。你唔係望佢還錢，但你期望一份回報。呢份回報係乜？係你老咗病咗行唔喐嗰陣，佢會照顧你、關心你，唔會丟低你。呢個就係你要收嘅利息。但問題嚟啦，你有冇同佢傾過呢筆投資嘅回報條款？冇，阿強冇，你都冇。你淨係不斷咁投放再投放，供書教學、課外活動、食飯着衫、睇醫生、去旅行，加埋埋，由細養到佢大學畢業，冇300萬都至少200幾。阿強個仔讀私校，仲要出國讀過1年，條數仲金。但阿強從來冇計過，因為佢覺得養仔女唔應該計。呢個就係你輸嘅原因。你將自己嘅付出包裝成無私嘅愛，你氹自己都氹埋佢。到你要收成嗰日，佢覺得你突然之間變咗，覺得你煩，覺得你係負擔。因為由細到大，你都冇話過俾佢知呢啲付出係有條件嘅。阿強同我講，我冇諗過要佢還富。我話你冇諗過，咁你而家嬲乜嘢？你嬲就係因為你心入面有條數，你覺得你俾咗咁多，你應該收返啲嘢，但係因為你從來冇講出口，人哋就當冇呢回事。你而家怨邊個？怨你自己。呢個就係你要學識嘅第一個本事。50歲之後，你要同仔女計清條數，唔係叫你逐張單攞出嚟同佢計，而係你自己個心要有一個底，你要好清醒咁知道你以後每出1蚊，呢1蚊係饋贈定係投資。如果係饋贈，即係你預咗冇回報，純粹係你開心，咁你唔使怨。你俾錢佢去旅行，你係真心想佢開心，佢翻嚟冇買手信俾你，你唔好唔開心，因為你自願饋贈。如果係投資，你就要睇回報。乜嘢係投資？你幫佢湊孫就係投資，你投資嘅係你嘅時間同體力。回報係乜？回報係佢哋有冇因為咁而對你更加尊重，有冇喺你身體唔舒服嗰陣主動照顧你，有冇將你納入佢哋未來嘅計劃入面。如果有，
呢筆投資有回報，你可以繼續；如果冇，你只係免費勞工，你就要即刻止蝕。你幫佢哋俾首期，更加係投資。層樓寫邊個名，你會唔會有保障？你使咗筆錢之後，你嘅晚年生活質素會唔會受影響？如果乜都冇，淨係得個信字，對唔住，你唔係投資者，你係善長仁翁。你咁大方就唔好望有回報。我同阿強講，你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即刻止蝕。阿強問點止蝕？我話你要同個仔講清楚。你話阿仔，老豆俾咗首期係老豆嘅心意，但老豆而家發現住喺度唔開心，老豆打算搬翻去舊屋。但你要知道，老豆嘅錢已經擺咗落層樓度，老豆嘅退休生活冇咗保障。你作為個仔，你有冇諗過點樣保障翻老豆？阿強話咁講會唔會好核突？我話核突，佢哋俾面色你睇嗰陣，有冇覺得核突？佢哋想趕你走嗰陣，有冇覺得核突？你而家同佢講數係最後嘅自救，你唔講你就係鵪鶉任人恰，呢個就係精髓。你唔好驚佢話你現實，話你計。佢話你係因為佢唔可以再免費攞你着數，你預早計清楚，你嘅晚年預有保障。今日你可以做一個動作，計一下你由仔女出世到而家大約使咗幾多錢，個數字唔使準確，但你要有個概念，然後你問自己呢筆投資你收返幾多回報？如果回報係零或者負數，你知道應該點做？第二個本事，對兄弟姊妹要識得數還數，路還路，將親情同金錢斬開。阿強有個大佬，阿強同大佬細個嘅時候感情好好，一粒糖都分一半。大個咗，大佬結咗婚，有自己嘅家庭，兩兄弟少咗聯絡，但阿強一直都當大佬係最親嘅人。幾年前佢哋老豆過身，留低咗一層舊樓，層樓喺深水埗，估值大概500幾萬，老豆冇立遺囑。阿強諗住大佬係長子喎，平日同老豆住，照顧多啲，咁就分大份啲俾大佬啦。佢同大佬講：大佬是但你話是啦。大佬話：咁呀，我6厘4啦。阿強話：好，冇問題。件事睇落好順利，但後來阿強發現大佬喺老豆在生嗰陣已經問老豆攞咗幾十萬，話係做生意周轉，但從來冇還過。阿強心入面開始有條刺，佢同大佬講：大佬，老豆之前係咪借過錢俾你？大佬即刻變面，你而家同我計呢啲？阿強話：我唔係計，我係想問清楚。大佬話：你有冇證據？冇證據就唔好亂講。你而家係咪唔信我？由嗰日開始，兩兄弟冇再聯絡，連阿強個仔結婚，大佬都冇嚟。阿強同我講呢件事嗰陣，佢個樣好似老咗10年。佢話：我唔係介意啲錢，我係介意佢當我傻。我話：你唔係傻，你係天真。你以為兄弟2個字可以擋得住人性嘅貪婪？你錯，人性係經唔起考驗嘅，尤其係金錢面前。你一開始唔同佢計，佢就當咗你嘅大方係應份。到咗有利益衝突嗰陣，佢唔會覺得你以前讓過佢，佢只會覺得你而家想爭佢嗰份。呢個就係你要學識嘅第2個本事。兄弟姊妹之間千祈唔好有糊塗賬。借錢一定要寫借據，寫清楚借幾多，幾時還，利息幾多。你話兄弟都要計利息，當然要。你啲錢擺喺銀行都有息，點解借俾佢就冇？你唔收息係你蝕底，佢唔會多謝你，只會覺得你嘅錢好易攞。你收息係公道，係尊重你自己嘅錢。合作做生意更加要計到盡，股權點分，邊個話事，點樣分紅，點樣退股，全部要白紙黑字寫清楚。律師公證，你一開始唔好意思，驚傷感情，到盤數亂晒龍，或者意見不合，到時先反面，仲傷感情。一開始計清楚，係保護段關係，而唔係破壞佢。父母嘅照顧責任，你要一開始就同兄弟姊妹開會計清楚條數，老豆老母每個月使費幾多，邊個出錢出幾多，邊個出力出幾多力。如果大家都唔出力，就一齊夾錢請工人，所有嘢攤開嚟講，有數有據，大家冇得怨。你可能會話一家人搞到咁好冇癮啫。我話你知，你而家做醜人係為咗將來唔使對簿公堂。你揀做醜人定係做仇人？阿強就係因為一開始扮大方，一句是但你話是啦，到
到後來發現唔對路，已經太遲，因為錢已經分咗，感情已經傷咗，大佬已經當你係仇人。所以對兄弟姊妹，你要夠膽講，數還數，路還路，我同你係兄弟，但係金錢嘅嘢都係清清楚楚好啲，費事第時有咩誤會，連兄弟都冇得做。呢句說話唔係涼薄，係智慧。今日你可以做一個動作，諗一下你同兄弟姊妹之間有冇邊筆數係未計清楚嘅，有冇邊次借錢係未還嘅，有冇邊個責任係得你一個人孭緊嘅？如果有，係時候拎出嚟講清楚。第三個本事，對朋友要識得分類同止損，唔好做免費人情。阿強有班朋友係佢揸的士識嘅，每個禮拜佢哋都會去茶餐廳坐埋一齊吹水。呢班朋友平時好好傾，乜都講，但每次埋單都係阿強爭住俾，唔係人哋叫佢俾，係佢自己主動攞個銀包出嚟。佢覺得朋友之間唔好計咁多。直到有一日，阿強因為層的士牌續期，爭少少錢周全，佢諗住平時自己咁大方，而家問朋友借少少錢應該冇問題啩？佢逐個打去問，結果呢，一個話：哎呀，阿強我呢排都好緊呀。一個話：你知啦，我老婆管晒啲錢。一個直頭唔聽電話。阿強嗰晚一個人坐喺茶餐廳，食咗個包，飲咗杯奶茶，自己埋單。佢話：原來我喺佢哋心目中只係一部自動找數機。我話你而家先知，你呢啲唔係朋友，係謀食朋友。你同佢哋一齊，係你不斷俾佢哋不斷收，你以為你係大方，其實你係佢哋嘅水魚。呢個就係你要學識嘅第三個本事。你要學識將你身邊嘅朋友分類。人到中年，你嘅朋友90%係功能性朋友，一齊飲茶、吹水、行山，呢啲係娛樂夥伴，係生活嘅調劑，但唔係真正嘅朋友。真正嘅朋友要經得起兩樣嘢考驗，一係金錢，二係時間。金錢嘅考驗係你有事佢會唔會無條件幫你，佢有事問你借錢佢會唔會還。時間嘅考驗係你同佢相處係放鬆定係攰，佢係經常聽你講嘢定係要你聽佢講嘢。阿強呢班茶餐廳朋友連金錢嘅第一關都過唔到，佢哋只係娛樂朋友，甚至係職尺朋友。你身邊一定都有呢種人。你睇下你手機最近有邊個成日打嚟，但係你一見到佢個名你就覺得攰嘅，嗰個就係情緒吸血鬼。佢成日你唔係關心你，係要你聽佢吐苦水，佢老公點樣衰，佢老婆點樣煩，佢老細點樣刻薄。你每次都花幾個鐘聽佢講，安慰佢，幫佢諗辦法，但到有一日你想佢傾兩句，佢就話忙，或者敷衍你兩句收線。呢啲人喺度消耗你嘅精神、你嘅時間、你嘅耐心，而你得到嘅回報係零。你要同呢啲關係計下條回報率，你花咁多時間精神換來咗啲乜？如果淨係換來一個你人真好嘅虛名，對唔住，你呢筆投資蝕到入肉。由今日起，你要學識對朋友孤寒，你嘅時間、你嘅精神、你嘅聆聽都係有價值嘅，唔係阿豬阿狗都可以免費得到。你發覺一個人次次嘢都係呻，你可以同佢講唔好意思，我今日攰，下次先講。如果佢因為咁而唔再講你，恭喜你，你止蝕成功。借錢俾朋友更加要醒，你千祈唔好輕易借錢俾人。如果真係要借，你要當筆錢已經跌咗落海，你嘅心理狀態係呢筆錢收唔返，你都唔會肉痛先至好借。因為經驗話我知，10個問你借錢嘅朋友，9個半都唔會準時還。你追佢，仲要好似你欠咗佢咁，佢會話你，大家咁熟，你咁都追？呢啲唔係朋友，係賊。佢哋只係着住朋友呢件衫嚟偷你嘅血汗錢。我同阿強講，由今日起，你出去同人食飯，唔好再爭埋單。你話今日 AA 啦，佢哋如果面色變，恭喜你，你又睇清多一個人。佢哋如果冇所謂呢班人，可以繼續往來。阿強後來真係咁做，佢話第一次講 RA 嗰陣，個心跳得好快，好似做賊咁。但係講完之後，成個人鬆晒。嗰班朋友有啲真係慢慢唔再載佢，但係有另外一兩個反而同佢關係好咗，因為大家公平。今日你可以做一個動作，諗一下最近有冇邊個朋友問你借過錢未還？有冇邊個朋友你次次同佢傾完偈都覺得好攰？如果有，
係時候同呢啲關係做一次止蝕。第四個本事，對自己要學識孤寒，將時間同金錢用喺有回報嘅地方。頭先講嘅三個本事都係對其他人計，但你最需要學識計嘅係點樣對你自己。阿強呢，世人對人大方，對自己孤寒到極。佢可以俾幾百萬個仔買樓，但自己着嘅衫係街邊幾十蚊一件嗰啲。佢可以爭住同朋友埋單，但自己一個人食飯嗰陣，叫個最平嘅碟頭飯都要諗過佢對自己慳到盡。我話阿強，你知唔知你最大嘅問題係乜？你唔係對人太大方，你係對自己太刻薄。阿強靜咗，我話你前半生係為咗邊個而活？係為咗個仔，為咗大佬，為咗班朋友。你幾時有真真正正為你自己活過？阿強答唔出。呢個就係好多中年人嘅寫照。你使錢嘅習慣係對自己好孤寒，但係對人好大方。賣件衫俾自己，思前想後，隔幾個鐘。但係仔女話要換手機，你即刻應承。朋友話生日要食飯，你爭住埋單。屋企有咩大額支出，你第一個攞錢出嚟。你呢世人就係咁樣，將自己嘅資源一點一滴咁分晒出去。到咗50歲，你望下你嘅銀行戶口，望下你嘅身體，望下你嘅生活，你得到啲乜？50歲之後，你要學識對自己計到盡，你要將你嘅時間同金錢投資喺有回報嘅地方，而呢個回報嘅最終受益人必須係你自己。乜嘢叫投資喺自己有回報嘅地方？健康就係最大嘅回報。阿強揸的士，日日坐喺個位上面10幾個鐘，腰痛、膽固醇高、血壓高，佢從來唔理。我叫佢去做身體檢查，佢話慳得就慳啦。我話你知唔知你唔檢查，一查出有事，你使嘅錢係檢查費嘅幾十倍。你對自己嘅健康孤寒，到頭來你就要用你嘅老本去填。後來阿強去咗檢查，發現血管有少少塞。好彩發現得早，佢而家每日都抽半個鐘去行公園，食嘢都清淡咗。佢話原來對自己好啲，唔係自私，係負責任。快樂就係回報。你有啲咩興趣？阿強話我冇興趣，我淨係識揸車。我話你由細到大有冇一樣嘢係想做但係冇做到嘅？佢諗咗好耐，話我好細個嗰陣好中意影相，但後尾冇錢買相機，就冇再諗。我話你而家買唔買得起一部相機？佢話買得起。我話咁你點解唔買？佢又靜咗。過咗2個禮拜，阿強 send 咗張相俾我，係佢用新買嘅相機喺山頂影嘅日出。佢話尋日飛，我唔知原來我仲可以咁開心。你呢？你仲記唔記得你有啲咩想做？但係一路都話等下次，等仔女大個，等得閒。你等咗半世，仲要等到幾時？你由今日起就要逼自己學一樣嘢，做一樣嘢係純粹為咗自己開心而做嘅。呢個投資回報係你嘅精神健康，時間就係回報。你嘅時間係你生命嘅碎銀，用一啖少一啖。你要將佢使喺你真正覺得值得嘅地方。你想瞓晏啲就瞓，你想一個人靜下就靜，你想去旅行就去，你唔使成日應酬呢個嗰個，唔使做人哋時間表上面嘅奴隸。你嘅時間係你嘅，唔係人哋嘅。你係自己嘅稅，成盤棋你唯一要死保嘅就係你自己。冇咗你呢盤棋就玩完，所以冇嘢重要得過你自己。你嘅錢要優先用喺自己身上。你想食餐好就食，你唔使等仔女同意，唔使睇人面色。你嘅錢係你自己企嘅，你有權點樣使，你死慳死抵留俾佢哋，佢哋轉個頭就使咗，唔會多謝你。你嘅時間要優先用喺自己身上，你嘅健康要優先照顧，你嘅快樂要優先滿足。呢個就係第4個本事，對自己孤寒，唔係叫你過苦行僧嘅生活，而係叫你珍惜你自己嘅一切，唔好再做傻佬，將自己嘅血汗白白咁送俾人。好，4個本事講完，我哋重溫一下。第1個本事，計清同仔女嘅賬，將每一筆付出分清楚係饋贈定係投資，見到回報先繼續投放，見唔到回報就即刻止蝕，唔好再做無底深潭嘅老豆老母。第2個本事，
計清同兄弟姊妹嘅帳，數還數，路還路，將金錢同親情用把刀斬開，借錢寫借據，合作要簽約，責任要攤分，唔好俾糊塗帳摧毀咗僅存嘅血緣。第三個本事，計清同朋友嘅帳，將朋友分類，邊個係娛樂朋友，邊個係情緒吸血鬼，邊個係真正嘅朋友。借錢要預咗收唔返，情緒俾人消耗要識得拒絕。你嘅時間同精神好寶貴，唔係免費人情。第四個本事，計清同自己嘅帳，對自己孤寒，將資源全部用喺有回報嘅地方，投資健康，投資快樂，投資自己嘅時間。你係你自己嘅稅要死冇。阿強而家點樣？阿強搬翻去舊屋住，佢同個仔講清楚咗，個仔初頭唔高興，但後來見老豆咁堅定，態度反而軟化咗。而家個仔一個月會翻嚟食一次飯，新抱都會跟住嚟，面色好咗好多。阿強話：原來當你唔怕失咗段關係，段關係反而會變好。佢大佬呢，仲係冇聯絡，但阿強話：我已經放低咗，因為我知道我冇做錯，我保護自己係應該嘅。佢嗰班茶餐廳朋友少咗一大半，但係有另外2、3個而家同佢仲好傾，因為大家公平，冇利益衝突。最重要係阿強而家每個禮拜會抽時間去影相。佢話佢發現原來香港嘅日出好靚喎，佢做咗幾十年人，第一次見到。我話阿強，你終於醒咗，你醒嚟。呢個世界從來都係一場計算，你以為你唔同人計你就係好人，唔係，你只係一個唔識計數嘅水魚。你以為你嘅大方會換返尊重，唔會，只會換返一句佢好易話為為。但你計到盡，係咪代表你要變成一個刻薄嘅人？唔係。當你計到盡之後，你會發現一樣嘢，你自由咗，因為你唔再俾人情綁架，你就可以有空間去揀你真正想對邊個好。呢個時候嘅好先至係真嘅好，因為你冇期望回報，你係真心，你嘅付出再唔係因為我應該，而係因為我願意。呢個境界先至係真正嘅通透。50歲係你最後嘅機會，你要由一個比人笨嘅水魚變成一個精於計算嘅玩家。你嘅籌碼已經唔多，你冇時間再犯錯，你冇資本再蝕。由今日起學識呢4個本事，由今日起做個聰明嘅、清醒嘅、識得保護自己嘅人。我尋日飛坐喺輪椅睇通咗呢一切，你企喺度應該比我睇得更遠。如果你身邊都有一個好似阿強咁嘅人，將呢條片 send 俾佢，因為有時人就係差一個人，同佢講一句，你唔使再咁樣落去，條路你自己揀。